啊！楼上的朋友，谢谢你们。阵阵风吹啊吹来，人雨啊寒，不知遥远的伊敢有加他啥？今夜的天星，你一定知影。痴情人思无的心情，又可是三更半暝的暗暝，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。不惊月娘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双手借我一起打拍子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彼个花，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冷冷规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火，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一起哦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全场的朋友跟我一起比这个动作好吗？谢谢，楼上也是，来哦。然后这一首歌有个重点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我盖短声呢，因为戴口罩的关系吗？再大声一点好不好？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谢谢。还有2次哦，跟我一起唱哈。又可是三更半暝的暗暝，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。不惊月娘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继续哦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彼个花，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冷冷规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火，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最后一次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彼个花，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冷冷规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火。哎呦，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全场一起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哎呦，可以再来大声一点吗？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楼上朋友，还有所有的贵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凯。你不用介绍了，这边都是你的名字。谢谢。来，我们请这边3位，能不能换个位置坐？因为那你们坐的是小天使的位置啊，不好意思。对，好，还有很多位置，后面还有很多位置。是，小心哦，小心。来，不好意思，因为他们都要跟他们的妈妈坐在一块儿啊，这样子，一定要，对，慢慢来哈。是，因为他们就等到你唱完第一首歌的时候，他们再进来啊。对，因为他们好想看到你啊，真的，因为就跟这边一样。是，因为脑麻的小朋友真的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脑麻协会有一位小圆，非常崇拜他，对不对？对。哎呦，这小圆都知道。对。小圆在哪里？什么东西？你也是吗？我要看你们是谁。我还以为是秀如，我还以为是
秀。可爱，谢谢大家。哎，哦，小圆怎么跑到那么后面去呢？小圆在后面，小圆在后面。稍微等一下下啊，没问题的，没问题。因为他们要进来。那就来聊一下天好了，反正都那个。来，其实我想大家都想知道一下，就是徐富凯，你出道多久了？今年迈入第10年了，第10年了。你们10年里面有听过他以前的很多歌曲吗？有。我没有在问你们啦，你们一定知道啦。我想问这一边的，荣光的好朋友们，你们听过许富凯吗？有。哦，谢谢，好感动。下一次荣光有表演，我一定请许富凯去。哦，我的荣幸，我的荣幸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因为荣光都是星星啊，星星，他们都是退伍的将军。啊，这样子，好几百位。是。对，哦，我也是其中的一员。看得出来，你的。但是我不是那个星星啊，我是梅花吗？我都不是啊，你都不是，还是几杠是不是？我也不是，也不是，我是中士。中士哦。对。哎呦，班长好，班长。对。在讲什么？中士不是班长吗？中士是班长。对啊。我算是2兵啊，哎，不要1兵啊。你是1兵，3Q 的是？3Q 的。哎呦。对啊。那你在哪边当兵啊？我在嘉义啊。哦，你在嘉义啊？对啊，对啊，我的那个部队在嘉义。你部队在嘉义？是。我以前当宪兵的。哦。看这个体格就不得了了，是不是？你别再讲了，给那个瑞宇大哥一个尖叫声好不好？我们脑麻小朋友，一见到我就说不得了，你肚子大了。没有，这个是在装钱用的，这是财富。谢谢你，你真会讲话。谢我很少穿这样子宽大的衣服。哦，对啊，因为之前在表演的时候看到瑞宇大哥都是比较西装，因为我是看到他穿这样的衣服，我才这样穿的。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，因为我看你在那个颁奖的那个是会场上看你穿这样的衣服，我觉得蛮好的。那我下次打赤膊，你也打赤膊。我不要。你要看到我那时候只有在跟荣光比赛的时候打篮球的时候。下次我要看你的照片。哎呀，这个真的很开心啊。富凯今天准备的几首歌曲，其实都是我蛮喜欢的。那当然我台语歌不太行，可是呢，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一定会唱他的歌，因为他的 key 跟我的 key 差不多。而且你今天是民歌演唱会，我就想说，我没有说是民歌演唱会啊。那个标题就写民歌，然后我想说，我是不是要唱一首民歌这样子？我标题有民歌演唱会吗？就是你的2020为爱传唱民歌爱心公益演唱会，有加什么时候有民歌？我看到。谁写的？哎，在后台啊，我刚看到。谁讲的？哪有民歌？纸上面有，我就想说啊，民歌哦，啊呢。民歌的意思代表就是说是要好听的歌，好听的歌是不是？带给大家。对。那接下来你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带给大家？接着下来我要唱一首在2年前发的专辑的歌曲，然后也是一首抒情歌，是叫做《彼时》，那个时候。后面就交给你了哈。没问题。OK，掌声欢迎许富凯。谢谢。